嘿，早晨啊，羅文社工啊，今日講個話題啊，天水圍啲靚妹靚仔就喺天台上面搏嘢，就食咗太空油，或者有啲靚妹就喺嗰個輕鐵嗰度啊吸太空油啊，200零蚊一支啫嘛。其實我做外展社工嘅時候，當年嘅靚妹靚仔都一樣。其實經過呢40年之後都係咁，不過以前就叫忽得大麻。揈頭諸如此類，咳水咁樣，咁啊轉咗啫。即係基本上太空油，咁啊嗰個冰啊，咁啊太空油啊，就個傷害力更大，即係蠶食個腦啊，令人失智啊。咁即係你睇到其實即係佢經過毒品之後咧，成個人鬆懈咗做一啲行為，就反映佢個腦袋咧，其實根本就係諗緊呢樣嘢，即係話。青少年男女，佢個因為營養太好嘅早熟，生理需求就係咁。咁當然啦，即係父母不在啊，亦都不管教放任，喺個缺乏一個愛與關懷裏邊。咁有啲人生日對你好啲，咁咪獻下身咯。佢話想要咪俾咯，就係咁嘅啫嘛。咁即係話，而家我哋嘅社會制度。係16歲以上先至可以成交，18歲、21歲先可以簽紙結婚。而家唔簽紙㗎啦，結咗婚一齊就一齊，分開就分開。咁我有一個個案，家庭背景都係差啦，係咪？上一代父母不和，咁跟住咧，我讀喺天上學院咁樣，咁啊中意蒲阿爸，我估佢係咪啊？咁基本上咁識咗一條佬，大佢10多年啊！你20歲出頭，咁條佬就40零歲，咁梗係都要揾到錢嘅，事業有成，咁好似揾到錢，咁濕下你貼下你，咁跟佬走咯。跟佬走都唔緊要你可以氹佢幫你供書教學，咁我幫人啤2件。1件都唔夠，仲要啤多2件，咁自己個前途就冇咗噶啦。咁唔緊要，咁你專心做家庭主婦咯。咁佢又唔係嘅，咁佢都不安於室㗎。咁頂你個男嗰就攬住2個細路喺度要挾，咁自己孑然一身，咁再讀書做嘢，真係事業有成啦。個女都成14歲喎，搞掂。